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從下來做運動了哦。看到玉美老師就是一個健康的代表，運動的代表。玉美老師真的可以安尼很懂快樂的，懂幸福的，懂感恩的，同大家分享。好，也是呢，安尼做乜個呢？安尼也腋下淋巴哈，也會影響到鏡頭，哈。故說呢，今日用電呢來按摩腋下淋巴，來讓人強開人呢抬頭挺胸的背部，哈。張還忙用電呢之前呢，玉美老師先教大家拍打經絡，做數成安呢哈，右數有冇吐氣，好安呢打開來，好讓講哈，你真人活得很自在，真人身體哈健康。你真的追趕跑跳碰都要啦，好拍打，好你強強的握拳，強強的握拳了哈，不是用力，好吐氣，啊吐氣，你會順圓吐氣，你就可以按你吐氣，好按你敲打，好按衝下來算10度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手啊，鄉親朋友要在動作哈，很簡單，你都不卡呢，隨時可以做。你去公園呢，行路沒可以敲打，哈，外邊呢吸口胸大開來，哈，要呈90度，按你差按你打，你可以按你不用在後拿後背啦，你過按人家手還順圓，你都要就可以哈。手呢，輕輕的握空拳，盪上來，你用按呢，用按呢，強強的，按呢，吐氣，吐氣，吐氣。你看要按簡單的動作，也還懂深層啊，不管氣功也好啦，瑜伽也好啦，經絡拍打也好啦，哈，道家的功夫也好，所有的功法，好，你講少林寺的功夫沒有啦。所有的功夫好，就是那個腋下髖關節哈，就數開高骨啦哈，各要數的鏡頭，讓佢不用強鬆，好，讓佢釋放開來，唔好安尼硬高啦哈，告訴講5度哈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擴胸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不用強鬆，有人會試到講下背通上去，人家鏡頭就冇按痕，好，左數右數，兩隻數沒可以打啊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改到哦，有沒有懂舒服哦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懂吃眼哎，好，不用強鬆吐氣，好，你大鬆了以後，鏡頭沒鬆嘞，好，一下呢，老師放起來了，放起來呢，坐張來，本人家就看講，一樣誒，利用那電呢椅背哈，你去做按摩，你看那坐到呀，個燈頭沒好啦，呀燈呢哈。有順風有壓咩？你就不用了呀，你就不用了呀，你就知道按你吃眼呢，你就不用了呀哈，你就用個帶呢個按呢重量哈，按摩那個腋下淋巴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你可以做數挺同啊，好，慢慢的做數，好，搖晃，慢慢的鬆，好，按你按摩，要按你按摩嘿，不是用力了哈。好，因為老師放起來啊，我轉一下 V 的幫你看，你會看看很清楚哦哈，安尼，好，那你看哦，好，安尼，你看，身體坐下來，你身體的重量甭記沒哈，你身體的重量比，你就用安尼，帶那個安尼椅背哈，你就放鬆，好，你就放鬆，你可以都要唱歌呀，好，都要放鬆啊，安尼當深層呢，你可以上幫你按摩一下那樣。好，不用多了，好，搖晃5、4、3、
2、1，好，你的順完氣，你可以不用了呀，你可以不用來休息，好，不用來放鬆休息一下，好，按摩後氣要做動作咯，你等下你按摩後氣，好，慢慢吸氣上來，好，你控它做，你就提供，你可以來按簡單的動作，好，因為老師教你做後氣，你要規個鬆開了以後，你拉筋，吸氣，吐氣，你扭開了，哎呦，按後來，按舒服，你看，胸挺起來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那加強腳，你可以哦，好，慢慢吐氣，來開了，好，吸氣，好，鬆手腕，鬆手手中肩膀，好，慢慢的擴胸，啊，好舒服哦。因為老師平常沒按3忙呢，我來教鄉親做瑜伽迄個哈，就會向東向西向用的，然後人家都有最大的幫助。我發現一邊經絡拍打完，過用按摩過後，身體來都，你看到一片忙按摩一片很哦，一片吃到數個唇還出的哦，唇還長的呢，真需要3忙做。好，你有一個燈呢，你就按你按摩，就有動態的幫助。好，也下穩片的哦，有右片再有左片了哈。我就發現講啊，真緊，也下利用生活上哈，生活上哈方便的東西哈，帶給你健康，也係當重要的哈。你就上來同鄉親分享講，你那個坐捷運有冇哈？唔好講啷。難時啊，要坐電梯嘛，那你用行樓梯啊，無形中就有純健康的這樣的存摺啊，健康的資本。好，記得咯，呀有嘛哈呀，預備，要總對你的高度有嘟好哈。好，安尼越過來，好吐氣安尼，有發現冇？安尼橫膈膜打開，好，安尼的肋骨啊哈，一片裡面有對你的關係。好，你就有一個支撐嘛，你就較放心嘛。好，你就按呢，不是出力啦，用身體的力量幫你按摩。好，慢慢的吐氣。按呢，懂舒服哦，因為老師這次都懂舒服，應做應歡喜。好，鄉親朋友有空下做嘛，你有帶你做同一位老師同樣。好，你假是舒酸些，好舒酸些你就不用了呀。好，休息。好，你就做幾個呼吸，吸氣。好，吐氣不用享受，吸氣，吐氣不用享受。好，做好以後不用享受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放起來，放起來以後，人家做給側拉腰去哈，做事有東西好板凳。好，吸氣又輸出去。好，慢慢的上來。好，鬆手腕，鬆手肘，鬆肩膀。好，上去哦。好，你看到哈，一片來後，你假使一片冇來去，你會沒辦法按來這，有嗎？你會斜一邊呢？哈，有按你不你固定吼，吸氣。好，上去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鄉親朋友，做瑜伽哈，做運動有嘛哈？其實冇乜個秘方，冇乜個秘訣，一個數。好，一雙手，一雙腳，一個脊椎，瑜伽就做好的啦。好，慢慢的吐氣哦，來開了。好，慢慢的哦，可以做到安全。因為老師平常沒按呢，沒按認真按呢，有燈的好輔助按呢做。給你發現講有燈呢，坐的很較沉，做到很較沉，慢慢擴胸吸氣，吐氣。好，慢慢的吸氣。風不用享受，好，吸氣擴胸，好，不用享受，好，你用單的方式，好，用經絡按摩的方式，然後你偏數，好，你同樣哦，你冇用椅背坐凳，從坐凳，因為老師讓我們呼吸改多哈，用誒，好，然後你腋下淋巴打開，用誒，老娘橫膈膜打開，好，踢我，你就敲一下，好，不用享受。不用享受，行路的時候，公園散步的時候，哈，不用享受，好，不用享受後邊呢有椅背哈，有椅背嘅按摩，好，不能按摩，好，按摩後邊，人家用坐墊咪可以做伸展咯，數，不用到人家臀部下背。
好，手張來，好，吸氣擴胸，好，慢慢的往上，好，同樣哦，都這樣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看上邊，你抽電呀，豎抽電不能它穩定一點，肚臍眼來收進去哦，延伸，好，去向豎呀種，好，右邊的放鬆哦，好，吸氣上來，還記得嗎？一伸一縮，位置養生之道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一伸一縮，你就可以讓人的排人的神經系統的毒素。好，同樣啊，一片豎抽電來，手張來，好，吸氣擴胸，按簡單的動作哦。不過身體可以讓人的身體全部打開來，好，不用輕鬆哦。吸氣，豎不用到耳朵後方，好，往上往上，好，慢慢的享受哦。你豎不用在下背，你就唔會身體歪走。好，慢慢的吐氣啊，延伸，延伸，延伸。好，看當風，做舒風，不用強鬆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吸氣上來，好，做舒擴胸，吸氣上來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強鬆，好，做好些呢，同樣哈，調一下呼吸，手張來，好，慢慢的去感覺。也兩片橫膈膜來開了以後，頭皮變得懂舒爽、懂順暢啊哈！好，鄉親朋友，你做好的感覺很樣的啊，你要記得，你就會當然會記得練習。一下先調一下哦，先調息一下。鄉親朋友，繼續來做運動了哦。看到玉梅老師，抬頭挺胸，哈，你冇坐定咯，來，放起來，來做運動。等你呢，有等你，不管等你也好啦，有壁也好啦，哈，也係人嘅餐桌也好啦，好，你都會看呢，有一個讓我們幫你輔助的起張的哈東西哈，然後你可以較正確都做伸展哈。譬如講，你去甲做側彎，其實身體哈，你身體就係豎。豎，好，脊椎，好，一個前彎，好，一個後彎。你身體安尼，人瑜伽就做好，人運動就做好。問題係你平常冇訓練，好，你就會硬高，你就會腰酸骨痛，你就會冇能量，你就會難事挺痛。故說呢，一點一滴累積，呢存摺簿，好，健康的存摺簿。然後玉梅老師呢，教大家有一種燈呢，哈。如果看有乜個東西哈，你就起正就好。你哈起張來同玉梅老師同樣來講到哪，你就做到哪，你就健康到哪裡，你健康就到哪。好，人家起正哈，叫起張來，你假使講冇好負擔些，你就會你按你起面冇感覺，你按你起歪嘅，你冇感覺。好，你等你哈起張來些，替你先做側彎，好，叫動作動作好做，你可以做後彎，好，等你。板凳的，哈，吸氣的時候同樣，其實啊，所有的動作哈，做來做去都差唔多。問題係唔能用嘅在差唔多當中係做差當多，好，這些你要實際去行動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往上一點點往後，好，慢慢的走來，好，側彎了，你豎標了呀，側彎，你側彎也來開來，你往下葉位送出去。豎標了呀，吸氣，吐氣。你看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你要按你想，老師做的，俺沒做的，好，都要挺留哦，胸挺起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上來，往上往上，好，吐氣，不用強鬆，好，一片黑，來右片哦，另外，腳。起到了，交叉哦，交叉，呀，骨盆有冇同樣哦？呀個髖關節啊，很多日常生活當中啊，哈，行路、睡夢、坐墊，腳都開開。很多做運動時候呢，你攞佢腳交疊，會按摩到人骨盆。同樣的動作，一模一樣的動作哦，都手交疊，哈，做改動啊，哈，好，吸氣擴胸，往外往上。
好，按同樣做數，也喊啊做數，板凳底，板多了，好，往上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過來，好，胸挺起來哦，不用強鬆。做數有一個東西，佢本板上來，好，一個重點係你肚臍眼，你肚臍要豎入去，肚臍眼收進去，尾骶骨往內含，莫 Q 師傅咯 ，Q 師傅你穴位會不舒服哦，哈，好，慢慢停哦，好停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鬆來，好，慢慢的做數，夠鬆來，好，腳打回來，好，吐氣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調息一下哦，做好按刺眼啊，按舒服啊，一片做的一片，你就會動胸一片個做，好，然後起練嘢哈，幫助你有一個穩定的所在。因為老師講，你假使講係某一個點的嘢哈，你看，然後你側彎這些按的，有冇？骨盤歪掉了，好歪掉的，沒辦法整到整點。你假使講有一個書本輔助的話，對呀，骨盤都正確的位置，好，你按哪一方哈？你按呢？其實做任何的運動哈，安全最重要，哈，安全過正確。假使只有這樣，按你沒做得。假使講喺 video 做講啊，做下好地位，同老師同樣歪走誒，按你骨盆歪掉誒，你脊椎沒歪掉，好，個骨盆骨架子當衝腰，好了，人家來彎片了，做一片。另外一片，你聽我講，哎呀，我們想來另外一片來開來。頭半人講一句話講，多拉長一寸筋，多活10年。不，10多歲哈，係老天注定的哈。冇去在意講10多歲，從了係活着的時候健康，健康每一天。好，吸氣，同樣做數不用呀，右手不用呀，做數往外。你發現講老師做動作都美美的，為什麼？很專注，好，專心吸氣，專心都唔來嘅大概鏡頭哈，好，不用強鬆啊。你記得啦，等你同老師講哈，好，莫按呢，變成按呢，好，咩莫按呢，就會成一直線按呢，好，不用張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過來，好，我非常喜歡做側腰的伸展，做嘛講3度，因為當衝腰。好，吸氣哦，好，吐氣。鄉親朋友，享受，感受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享受你伸展以後帶給你的能量。肚子舒展了一些些哈，慢慢的，越來越放鬆，越來越放鬆，就越來越下去。好，吸氣上來，往上啊，鬆氣越多呢，身體恢復誒就會越舒服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下來，好，不用強鬆啊，不用強鬆，做好大概動作做好些，那調一下呼吸，好，你數不用個丹田沒有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不用強鬆，好，做好些哈，然後你數可以板到呀，你講。張開是你做唔得板按好的，你只有彎腰些，你只有給按呢柔軟度冇按到，你慢慢的下去，你可以越來越下去，好，越來越伸展的越多，好，鼓手也你輕輕的胸挺起來，好，吸氣擴胸往外，有做才有健康啊、哦，你這同樣過1分1秒，同樣過1年2年，你有運動的身體跟冇運動的身體。你去改迪沒？你會過得比較快樂，你都還健康沒？你去改迪哈，好吸氣。何況你又大開天視沒？你又看到那個節目沒？所以有緣分，好，你就會慢慢的帶給你健康。好，慢慢的吐氣哦，下來，好，肚臍眼收進去，肚臍眼往內收，這是用核心的力量去來了哈。好，慢慢下去，吐氣，好，伸展哦，延伸。好，停留哦，唔好停頓轉來啊哈，停到呀，吸氣，吐氣，延伸，肚子收，好，你去享受那種感覺哦。好，停到呀，要有耐心，好，要有耐心，
擱愛享受，冇知道在做苦工啊，這個做苦工的感覺，你就唔會有興趣的。好，慢慢吸氣上來，一笑，好慢慢，好，迄正經的啊，唔要調試講哦，安尼發出來的聲音啊，因為正經動舒服啊。好，往上，好，慢慢的擴胸，好，吐氣，不用享受。好，也係拉側腰咩？哈，個胸要打開來，胸要打開來，脊椎要來開來。好，譬如講，也等呢哈，我先坐好來不看哈，也等呢。你看，你坐等的時候哈，你就身體往後打開來，往後，打開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也係做係給等呢有一個椅背部分哈，你就挺到個，好，就會幫你帶幫你當健康。好，然後呢，用等呢哦，來看下個脊椎哦，來看下個肌肉哦，哈，按樣的做呢，英美老師做俾你看哈，好，你看豎板凳來，身體向後推，好，慢慢的臀部向後退，好，邊邊沒做對了，等呢沒做對，好，你家有看到嗎？那個肌肉，那個脊椎係真呢，好，腳伸出來，呀。這個動作哈，非常的舒服。耳朵靠着你的手背，慢慢的呼吸，腹部兩個肚臍眼啊，你肚臍要豎上來，莫肚臍跌下去。好，挺到腰。好，按你扭轉的時候哈，你拉側腰下沉哈，師傅向右邊撇過來。好，師傅向左邊撇過來。好，慢慢的哦，改到哦，同學們有看英美老師哦，你從下來哦，好，等呢扶等來，穩穩的，來開來，你全部的脊椎一節，莫人講上骨刺啊，長骨刺啊，哈，脊椎側彎啊，要這動作可以調整呀，脊椎側彎，好，往左邊，往右邊。好，慢慢的走後一頁，打開來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身體向下，都要放輕鬆。好，不用強手，吐氣。好，放氣了，要記得了哈。身體慢慢的放氣了，頭拿最後一個放氣了喲。好，慢慢的抬頭，好。同學們友，真緊啊！因為老師用個感恩的心哈，用老人家的分享瑜伽，分享講一個凳呢，板凳一個凳呢，可以讓人做很多動作，帶人健康哈，扶凳機哈，做正確伸展哈，來開規個脊椎啊，讓規日的啊，行路呢。過來抬頭挺胸，哈，身體呢會較鬆軟，啊，記得咯，哈，安全最重要，哈，你做嘢呢吃飽飽唔好做，哈，差不多吃飽，差不多2點鐘3點鐘以後，好，空腹慶後，啊，記得咯，每天運動帶給你健康，你們都很棒，安子說。